今日我哋睇臨海山城，呢個就係個會所，屋苑嘅模型，臨海山城嘅環境，呢個就係特色單位，個廳好長好大，其中一個房，另一個房。好靚嘅浴室、主人房，你一樓可以沖涼，一個套房，有一個平台，廚房好大，上去廳台啦。如果有興趣可以找我 Vincent 睇樓。而家上到廳台都有啲海景，其他啲新樓都可以找我查詢，快啲查詢啲新樓啦！